多谢先生，先生哦，就无度解着我体内毒气咯。我想世上无过较好的解药。先生药食了后，我感觉拢总袂艰苦，佫会当延长3年的岁寿，我已经就心愿已偿。你千万唔通安尼先讲，你的阿娘在心正正，甲我是好朋友，而且伊将我当作是唯一的亲人，所以无论怎样，我一定要替你想办法，替你找到解药。多谢先生，我只有个希望，想讲我伫个还袂死的进前，会当先生你解开就我胸中的谜团。什么谜团？自从我不但是你啦，甲我老母孤孤单单，就伫个过日子，只有是先生你以外，拢总无朋友，也无亲人相找。12年前，我就有这个怀疑，但是我老母无论安怎样都唔肯甲我解释这个代志。你讲看卖，我乃当对你讲的，我绝对袂骗你。先生。仙庙名为翠屏音，我随庙相思好因，亲族将那不落面，心相之乎心相之乎。崔家保母多记定，祖先必会平相邻，千万在乎永不尽，缘分究竟，缘分究竟何处寻？先生，我求你甲我讲好。缘分，我有答应过恁阿娘，我有咒誓讲，永远都袂对你讲出这个秘密。我袂会对恁阿娘失信才对啊。对啦，我有听到讲，你叫文理下山，暗中来保护这位关玉霄。我真想要见这位姑娘，唔知生做啥物款的，才会互我这位眼光遮尔啊悬的外甥啊，来对伊遮尔啊痴情。先生，我一定会带伊来遮，互你看。啥物时阵呢？伊保护皇上脱险了后，我就带来互你看。我是甲伊有属成婚的，到迄个时阵呢，我带来这个所在，再互先生你来看一下较详细。你是讲孝宗皇帝下江南？毋是孝宗哦，孝宗早就加兵了。是个囝武状郑德军。讲到遮我才想到，先生，迄个郑德军是安怎？伊的面哪会讲遐尼遮亲像呢？我念是血缘至亲，安怎伊的面跟我遐共款呢？讲，扶手到底是啥物所在？我唔知啦。你想要假英勇假好汉？我看你要假到啥物时阵？你若唔老实讲，我就叫因真是将你杀死。真正有爱杀死我嘛是真正无爱讲啦。动手！哎呀，惊啊！
对毋对？囡仔兄，囡仔兄，等咱就熟悉你啊安尼，真厚哦。人讲良生良子，好生百里，果然无错。恁客爸啊吼，迄个崔艳云，就是要出玉面虎，啊你这只就是玉面猫，后摆若大汉起来，嘛是有那一只虎。莫咱假啊！阮客爸啊，交咱这方面是，要寄你摕互关桥小串。哦，玉少，照你目前这条路线，甲你看起来，分明你是想要出白沙关。大校岗离入安徽的境内，安尼也好。但是你爱记2、5日迄一天，我要踮伫这个校岗边张家滩等你。迄一天就是咱要完婚的好日子。我会安排一切，相信你一定会准时来找宴婚。兄弟，崔艳伦，迄批来是写安怎样咧？无啦，伊要讲啥物啦？伊是讲吼，咱若出白沙关大校岗，到迄个张家滩，咱就安全了嘛。崔艳伦的人，伊也是袂歹，处处拢是为咱伫想。就对唔？我是讲，萧公主啊，崔艳云这个人吼，伊不但讲心肝好咧，武艺嘛阁好，好啊，阁遮少年，伊是安怎样啊？无爱来投军，替朝廷出力哈？对啊，兄弟，崔艳伦伊既然听你的话反抗，弃社归正，拢无要我甲遐干差共党，你应该搁去劝伊，为朝廷出力，伊一定会听你的话。大哥，提起那位崔艳云，伊为恁种下良不分，万事是非皆不问，怎强斗君立功勋？出人本可为东梁，可惜流落江湖中。大哥啊，东梁已休，唉，不堪用，有意演烈江湖中。兄弟，你哪安尼生讲呢？兄都对，迄崔艳云这个人吼，伊不限定是一个大英雄。咱莫搁再讲伊啊会用的无？即摆吼，上界重要啊，咱就是赶来去张家滩，若到迄个所在，咱就安全啊啦。咱已经到张家滩，咱不如用啊，就在前面吉兴客栈暂宿一夜，等待明仔渡过校江就到公司咯。就用啊，我客啊！文书，你嘛安尼行较慢，莫行遐紧，我安尼差一点点啊，就肉啉袂着哦。文书，为救皇上，为小幸不着插翅飞到公司，所以老太师啊，你的年龄啊，遮尔啊多啊啦，无适合公公。以目状况来，你也是莫过工，留遮等。无，袂用的，袂用的，我一定要去。吼，恁嫌我行路慢就对，安尼好，龙母啊，哈，咱明仔透早吼，咱4更咱就出发，行较紧的，也互因两个去豆豆啊困，困一个啊较饱咧，因才行，安尼咱就甲因差不多啊啦。文书，你莫生气。既然文书你较坚持要去公司，
行动都爱大家同行。你看，天色已经也暗了，前面有一间吉兴客栈，不入幽暗，咱蹛遐暂宿一夜，明仔载才坐船过江。那安尼就较差不多啦。老太叔，请。秘书请。小勇，你毋免想讲明仔载要渡过后江进得三关，永暗我就互你踮咧吉兴客栈无命。无啦，爱较紧行，毋较会当较紧到啊，直慢啊要办。好，你来到，咱到啊，咱就也行到中家滩咯。你即摆去吼，已经平安啦，咱毋免搁惊伊啦。张家滩，崔艳云叫我若到张家滩，就爱去找伊。也毋过，我免来用伊无管自受咧。兄弟，你是伫想啥个？我是讲吼，天色无早，哎，大哥，你家己看，前面遐有一间吉兴客栈，要无咱用来遐大好？顺便来去食一顿啊，互我饿到要死呢。哎呀，你这大块，佫遮爱食啦。无食都袂用。想袂到安尼巧，因竟然全部拢在吉兴客栈，安尼才拄啊好，互因共日做记。哦呀，你的意思是毋免问，照我的办法去找就对啊。是。皇上啊，皇上啊，我吼有发现一桩足稀奇的代志哦。是什么代志？拄啊好吼，我要去找萧玉，啊萧玉无伫房间的，我伫伊桌顶看到一块玉佩哦。哎呀，这块玉佩有什么稀奇咧？对啦，玉佩是无稀奇啦，迄稀奇的是顶悬这三字。关玉箫。这吼一定是萧玉的正名，伊计算是查某的哦。你哪会知？啊这毋较简单，迄关玉箫你家念倒转来，啊煞毋是萧玉。皇上啊，
一路行来上西关啊，这个小鸟分明是女相关，伊文字彬彬好风采，其实是一个少英仔台。彼岸破庙，伊变出勇啊！摇背为情，伊言真情。自好为人去暗稳中啊，我只暗是温婉，免伫伊中用。皇上啊，迄小玉是假名，又是假男儿哦。伊其心如何是可疑？小友是我的好兄弟啊，你不该如此凄彩呀！无呢，皇上啊，哎呀，我真了解小玉，伊绝对毋是查某的。啊，若毋是查某，你看迄玉啊，哪会写呢？哎，不一定，这是伊的朋友送伊啊。世上共名共姓真正多，这玉箫小玉只是较合理意啊。无咯，也毋过迄是。好咯好咯，我也真仙，你嘛爱困啊，转去困。明仔载咱透早就要回京咯。哦。是讲皇上。好咯，去困去困。关玉箫，分明你是一个查某。好，我要搁甲你看，看你甲我骗到什么时阵啊？入来。周将军，方才我将在客栈外随时的时阵，发现真多乌影，但我从现场一个看，却连一个影子也无。遐乌影分明是咧闪避目睭，惊我将发现到因的身份。将军，因敢会是李成的手下？是直接通往正面的吉兴客栈。只要咱若是将火药线一个点到，自受甲周勇，手是。咱两个合作的约定，敢讲你家己卖命必死？我已经将自首，甲伊请去江西，伊要去互人劫去，这甲我哪有啥物地带？翠叶，你派你的儿子阻止我去抬猪猪吼，这又阁是为什么？为替我传信予关玉霄。李少，咱今仔日讲一个坦白，连玲珑的聘礼就不在我的眼内。我肯跟你合作，是完全为要得到关玉霄。现在关玉霄已经亲口答应要嫁予我了，你我合作还阁有啥物意义呢？你英案来的目的，就是要阻止我对付自首是？也毋是安尼讲啦。
我是要保护我未婚妻管玉箫。你的意思是讲有管玉小弟的，我受想要走位结婚客栈？我唔对。天啊！果然名不虚传。顾下来讲，也不同凡响。俗语伫讲，两母相争，必有一伤。唔知你是毋是还佫愿意甲我合作？当然会用的。你若莫去伤害到管玉箫，我会用抽手公关，保证袂佫去插你用事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在利用乌鸦带人马冲入去客栈，互伊周勇措手不及，除掉伊自首。是，大家束手就擒。